咱来参加祈祷。主，阮搁一摆来到伫你面前，阮要来参加想阮的主，甲阮讲伊是啥物。阮要感谢你，互阮伫过去几个礼拜中间，深想伊讲遮个话的意思。今日阮要看上尾仔个，伊是真诶葡萄树，求你诶圣神教示阮，互阮学习，互阮甲伊结连，互阮结果子，互你欢喜。祈祷奉耶稣诶名，阿门。我顶礼拜有讲吼，约翰第13章到17章是耶稣伫甲学生收晚餐了后，伫迄个 upper room， 伫迄个楼顶，甲伊甲学生讲的话，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出来吼，这是最后晚餐的教示，叫做 upper room discourse， 是对约翰13章耶稣甲学生洗脚迄个代志开始，一直到17章，这4章内底包含足侪物件啦。咱今仔日要看的，我是真诶葡萄树是中诶一个来定。咱顶礼拜有讲第14章，耶稣讲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了后14章以后，还佫讲真济，耶稣有第16节到17节，耶稣甲学生讲，伊伫要离开，总是伊要上帝会找圣神。保惠师，即马拢翻做慰助者，安慰，帮赞，吼，迄圣神保惠师的代志。伫第17节，伊甲学生讲，我要互恁的平安是超过世间，互你会当得到的平安。这个教示伊拢伫迄个时阵讲，所以我讲伊内底包含足济。但你若去看14章，会看到上尾啊，吼。耶稣讲话拢讲了，第14章的31节讲了吼。耶稣讲了，甲学生讲：起来，咱来去。起来，咱来去。对遐伊甲学生离开因甲学生洗脚迄个所在，离开出去。所以真严格来讲吼，15章到17章吼。毋是伫迄间厝内底讲的，是伫外口讲的。你若去看第18章的第1节，你就会当看到耶稣伫15章到17章沿路讲真济代志，甲学生讲，佫替学生祈祷。17章是耶稣的祈祷，咱若有时间有机会，咱会来看耶稣替伊的学生祈祷。伊知影伊伫要离开，伊替伊的学生祈祷，迄是足有迄个有疼心关怀因的祈祷。第18章第1节讲，因来到一个所在，遐有一区园，就是克西马尼啦，就是克西马尼。耶稣入去遐祈祷，耶稣伫遐受了。所以严格讲起来，15章到17章吼，毋是 upper room， 是伫外口讲的。总是咱教会的传统吼。将这个拢是讲是 upper room 的 discourse 是伫一直刷落来吼，这毋是真要紧啦吼。但今仔日我拄爱祈祷讲，咱要看上尾仔的耶稣讲 I am， 耶稣伫约翰福音传内底拢总讲7个 I am， 这个是上尾仔的。伊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耶稣是安怎？对遐出来无代无志，讲我是真诶葡萄树，咱毋知啦。实在讲，咱毋知。毋过学者诶中间有真侪人伫猜想，因为葡萄伫以色列地中海遐足侪葡萄啦，所以有可能耶稣出来诶时，沿路就是葡萄园。所以耶稣看到葡萄诶时，伊用葡萄做教材，甲学生讲。有搁一个可能性是吼，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， 我捌提起伊的名。Josephus 吼有
伊毋是基督徒，总是伊有写真，伊是写历史，伊有写真济关系耶稣的代志。伊诶写的中间讲吼，伫迄个耶路撒冷的迄个圣殿的门吼，迄个门的顶头，迄个门足大个门，啊，顶头有2拍葡萄，足大拍。因为葡萄是以色列人因甲上帝的关系，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因用迄个葡萄做因对以色列甲上帝的关系，有讲上帝是因的牧者，以色列是羊，嘛有讲葡萄，就是即个葡萄啊。人讲有可能耶稣带学生行对圣殿过，看到迄个葡萄的是耶稣，讲我是真的葡萄树。你敢袂感觉耶稣若讲葡萄树，你就讲我是葡萄树就好？你是安怎就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？敢有假的葡萄树？咱拢会随安尼想，这毋是咧讲真假的代志，这毋是咧讲真假的代志，这有迄个背景，即个背景吼，犹太耶稣的遐学生拢知影，因为这是旧约的内底，伫讲上帝看以色列人做葡萄树的代志啊。我有摕两位的圣经哦，就是诗篇第80篇第80甲第90。做诗的人甲上帝讲哦，你对埃及山一丛葡萄树，赶出列邦，甲伊栽种伫遮，就是伫巴勒斯坦，伫迦南地吼。你为着伊种土，你为着伊准备土地，伊会滚定深，生炭万地。这是伫讲因出埃及了，上帝替因避难，亲像一丛葡萄树对埃及散出来。这真有意思的讲法哦。啊，搁落去伫以赛亚吼，以赛亚第5章的第40甲第70，这是上帝通过以赛亚问以色列百姓，伊讲我着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啥的？兼有啥物我做无够的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，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。这你就知影，这个葡萄对埃及散出来吼，散到遐变种啦，应该会再出好葡萄，出来拢歹。啊，第7节上帝佫讲佫较严的话，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知影耶稣在讲葡萄的意思是啥？就是咧，伊细而种的葡萄是犹太的人民，食的是葡萄日。伊所期待的是公平，毋过所看到的是豺狼老虎。伊所仰望的是公义，毋过只有听到人话冤枉。葡萄变种，本来是应该好的葡萄出来。耶稣伫遮，咱知影即个背景了。伊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伊伫遮就是要讲，以色列即丛葡萄已经歹去啊，已经酸去啊。我是上帝所拣选真的葡萄树，对即马起，我所建立即个国度。你要成做上帝新的葡萄树，真正的葡萄树，要结果子，互上帝欢喜。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迄个背景是即个。这我想咱真少人会去看这个代志。我顶礼拜有讲，耶稣讲这个话，顶礼拜咱讲我是道路真理活命，甲今仔日咱所想的，我是真的葡萄树。这伊毋是对公众讲，伊敢若对伊村的11个学生。本来有12个，一个已经走去啊，要去出卖，已经无，所以伊剩11个。伊是甲这11个讲。啊，约翰吼，约翰，我顶礼拜有甲恁讲，约翰这个时阵的约翰是10通岁、20岁的少年人。伊写这个是已经年老啊。伊写耶稣这个话，留互咱，
留真宝贝。愿意耶稣讲，我是真诶葡萄树，真宝贝诶家私。所以咱今仔日读迄个启应文，甲圣经差不多共位，差不多共位。咱来参考看耶稣所讲诶，遮对咱，耶稣甲11个学生讲，甲对伊诶人讲，甲信伊诶人讲诶。咱嘛是共款，咱嘛是遮，所以耶稣遮个话嘛是对咱，我有啦，我遮有水，免烦恼，不要紧。多谢。这是对信伊的人讲的。耶稣伫第20节讲，有2款葡萄枝啦，2款拢有连伫葡萄树，有一款连伫葡萄树总是无结果子。一款连伫葡萄树有结果子，这你凊彩想嘛，啥物倒一款较好？耶稣用真严的话讲，若无结果子的吼，连伫我无结果子的吼，迄做葡萄的园的，都是上帝，都是甲种起来。总是若是有结果子的吼，伊会甲伊修剪。入去修剪嘛是剪的吼，修剪嘛会疼，敢毋是？修剪嘛会疼吼。葡萄树无修剪袂结果子。我细汉的时候，我敢若会记得吼，我头一遍，阮爸创一个所在，互我会当去种토마토。我토마토种的时候，直大长起来。阮遐有一个主日老师直甲我讲：，信的啦，你著吼，你迄葡萄枝爱甲加，才会生葡萄。我毋听，我这一丛遮尔水，你无代无志甲加起来，安尼无彩。我阁真爱片迄토마토迄落叶啊，安尼蕊咧片，足香的呢。你毋知有人讲真臭青，毋过我足爱片迄落味，所以我拢留咧肉迄咧片啦。伫遐人叫我剪，我拢无剪。토마토足大丛，连甲一粒토마토都无。人直甲我讲你爱加，我拢无加。这是我学耶稣伫遮讲的，会结果子，上帝会修剪；未结果子的无路用啦。修剪嘛未结果子，未结就是未结啦。这是咱会当学习的所在。咱是葡萄，耶稣讲我是葡萄树，恁是葡萄枝。你捌想着葡萄枝吼，除了结果子以外，其他拢无路用呢。人迄树仔有大丛的，会当来做家具，会当创啥？葡萄枝一支拢一支尔。若毋结果子吼，你看你是要结果子，无就是加耳石，安尼若定。加耳石了咧，第6节伊讲捡规堆摕去烧，安尼就定。这是上帝对遐未结果子，就是加起来，互上帝加起来较好，还是互上帝修正较好？修正较好。我想咱大家拢感觉修正较好啦，修正上少还阁活咧嘛吼。总是修正吼，我拄好讲。修剪换哪会疼呢？咱的生涯内底有真侪无必要的物件，上帝通过试验哦，有时啊是伫甲咱修剪。这我知影，这真好接受的代志。咱的圣诗内底吼，有一条圣诗吼，拢讲号做吼，什么拄着试炼吼。亲像黄金落花露，亲像黄金落花露，就是试炼的意思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做牧师哦，我头一个有一个人伫破病，知影会死哦，我是足艰苦的吼。真侪人甲我安慰啦，有人甲我讲，袂要紧啦，你即个经验了吼，你会变足好的牧师。安得下安慰啦，讲我会变做嘛有人甲我讲这上帝试炼啦，
亲像黄金落花露啦。我甲你讲，我拢袂用，我毋敢用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用。毋过我心肝内想讲哦，你要起来做迄黄金落花露，你要做花，你要做黄金无？你卖无？我是安那着做黄金，我做石头就好啊，袂要紧啊，你莫安尼甲我烧啊。会啦，咱会真艰苦啦。总是你对圣经内底甲看，历史上好，真侪上帝所重用的人，拢总有经过试炼过。无迄个咱中讲有一款含金汤匙，迄出世的吼，真少迄个含金汤匙的出世，拢有啥物咱会尊敬的人，真少。我毋敢讲完全无，总是咱看起来对人类有贡献、对上帝有贡献的人，拢总互上帝试炼过，上帝修正。在受苦的是，咱会是感觉上帝啊，你太会对我呢？总是修正是因为出伫痛，毋是要甲你破坏。我知影这真艰苦做的代，真艰苦接受的代志，我知影。总是这是咱的善良，上帝会修正咱。第3节，耶稣讲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去啦。上帝安怎修正？搁一个修正是通过伊的话，通过圣经的话。我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，这个第3站吼，差不多所有的注解拢引一节希伯来第4章第12节。我有创 PowerPoint 吼，希伯来第4章第12节。讲哦，上帝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来的剑较来，会当插入心智破开人的灵甲魂、关节甲骨髓，佫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。这是在讲圣经是亲像来刀。遐尼来，我读到这时，我就想着开刀、手术刀迄款，足来，会当切肉，会当切骨迄款诶。我知影，伫历史上有啦，有迄款故事讲，人读圣经了啊，感动啊，悔改啊，成做一个啊，对啊，做一个放荡主变做上帝诶工人。有啦，有迄个例啦。上界出名可能就是奥加斯丁。奥加斯丁吼，照传说讲，伊少年的时足匪类的啦，啊，党派拢做啦。伊的老母莫妮卡直替伊祈祷，直为着伊咧祈祷。啊，讲有一日，伊伫一个花园内底，伊听一个声，讲叫伊你掀起来读，掀起来读。啊，伊就看边仔一本圣经，伊掀起来读。这你去Google看拢有啦。伊掀起来读，读到倒个呢？读到罗马第13章第13节到第14节。即节圣经保罗写讲哦，咱的行为着端正，亲像伫日时伫生活，毋通放纵，毋通酒醉，毋通好色，毋通放荡。毋通三更怨妒，着称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，毋通多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。即句话讲，奥加斯丁读了吼，感觉即句话是伫讲伊啦。伊开始反省，伊变做一个教会历史上初代教会。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，这是迄个故事。老实讲吼，我做牧师做遮久吼，我真照我所会记的，这是真老气的代志。毋过我坦白甲恁讲，
差不多毋捌讲我读着即册圣经，就通讲这是我伫讲我我就悔改。无呢，我真正袂记有即个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啦。你要讲我真闹气也袂要紧啦。毋过我感觉上帝话若会当像这安尼插入去内底，拢甲你乌出来你会改变感谢主啦。总是我想这是耶稣搁落去讲，甲我结连的迄个关系，毋是安尼扑一个就出来的，有时足需要时间。有一个故事讲，一个囡仔甲因老爸讲，你逐礼拜带我去做礼拜，去主日学啦，阮念经句啦。你去主日学听的嘛是拢袂记了了。老实讲，恁听我讲道听了，我顶礼拜讲说恁记偌济，阮着听拢袂记了了。安尼哪有路用，浪费时间。这老爸真好，这老爸伊去摕一卡迄落，咱台湾竹仔边的迄落二纸人，内底足垃圾的。伊的老爸摕来摕互因囝你看这，伊举一支，伊一个迄落水用水用迄落 hose 对内底直直甲钻，迄用竹仔边的嘛，水拢直直流出去，拢无。伊的老爸讲上帝话就是亲像即个水啦，咱的二纸人内底垃圾水摸水无流咧，水摸水直直流出去，你会袂记了有影，总是水不时伫遐呛，迄个二纸人会真清气。我感觉即个例是真好啦。我拄仔讲的，奥加斯丁的经验，你若有感谢上帝。总是我想，上帝话对咱的影响，是即款咱甲上帝有耶稣讲甲我结连，我确定会讲耶稣讲甲我结连的代志。第40甲第50，我就要讲咱耶稣讲结连。结连即句话结连即句话是咱台湾话中文嘛翻做连结啦，连结，事实真歹翻啦。英语翻做 abide， 毋是 connect， 是 abide。abide 我找一个迄个意思英文的意思是 abide 的意思是 settle down and be at home。at home， 咱有英文成语，咱拢知影。at home 就是真自在，那亲像恁兜恁家己的厝，你家己的厝。英语有一句话，搁一句话讲叫做 let your hair down， 意思是讲你伫阮这做牧师的定定拢爱结一个派头安尼就不时爱有 hair up， 我爱真整齐安尼。恁出去嘛是拢爱装一个，总是 let your hair down 是你转去厝的会使毋免热头毛，凊彩穿拢袂要紧，迄款自在无拘束的关系啦。abide 的意思是安尼啦。这咱台湾的翻做结连结连是 connect 有一点会使加做的，总是abide就是你踮伫迄个内底，你甲伊合作一个迄个关系啦。这是真自然的连结。耶稣讲，恁是枝，我是葡萄树，恁 abide 伫我，我 abide 伫恁。迄个结连是足自然，毋是强要念啦，迄款的，是真自然的结连。这自然的结连我感觉用果子啦
这个葡萄枝若结连伫葡萄树吼，伊时到照时间到会结果子。你毋捌看到苹果树吼，拼到要死才结果子出来。你嘛毋捌看到葡萄拼到要死才结一寡葡萄出来。因为有迄个abide，有迄个结连，伊时间到，时到自然会出来。这是圣经内底讲，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亲像葡萄树甲树枝安尼，真自然的结连。啊，上帝恩典伫内底，咱对内底，互咱会结果子。这是真水的关系啦，真水的关系。第六节，我想我毋免讲伤济。第六节伊讲，恁若无结连吼，啊，就是无结果子，就是加起来，捡规堆去烧。我拄仔有讲，葡萄枝袂当创别项代志，袂当创啥，若毋是结果子，就是烧烟送。这我想我毋免搁想讲。这是第七节吼，第七节伊讲吼，第七节伊讲吼，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点伫恁内面，点伫恁内面，就是阿拜的意思。阿拜点伫恁内面，这毋是结连，是点伫恁内面，吼。恁无论爱什么，求就互恁实现。即你读即句的时，你会感觉耶稣敢若摕一张支票互你，伊有签名，总是无写讲偌济钱，叫你家己填。你有感觉无？在你讲的啊，恁若点伫我吼，啊恁求啥我拢互恁。即张支票，我真爱即张支票呢，签名就好。迄个数目我家己填，敢毋是安尼？我想这毋通安尼解说啦，毋是即个意思。有条件啦，迄个条件是甲我结连，我伫恁内面，耶稣伫你的内面。耶稣若伫你的内面哦，你袂乌白求啦，你袂乌白求啦。这是甲基督有关系啦，这甲基督有关系。这则圣经吼，我有去看 Eugene Peterson 伊所翻的吼，我感觉足水的。啊嘛，拄啊伊用，我嘛毋知伊拄到用着abide的即是吼，伊讲 If you make yourself at home 就是我拄啊讲的 abide 就是无拘束，真自然的会结连。恁 at home with me， 甲我真安尼，真自在啦，真自在，真无拘束。啊，我的话伫你的内面嘛是真自在，真无拘束。恁所求的，拢会甲恁听，啊，我那会照恁安尼做。这个是一个条件啦，这伊都。咱爱甲上帝、互耶稣伫咱的内面，咱伊的话伫咱的内面，咱伫伊的内面，安尼会是咱所求的。若真正会当安尼的人，伊袂乌白求啦。伫迄个14章的14节吼，耶稣有讲一句话，伊甲伊讲：恁若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一定会甲恁做。这嘛是支票，无签名，无讲偌济钱的。毋过伊讲，恁奉我的名，奉我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你敢乌白求无？我用一个上简单的啦，我要来抢银行啦，哦，啊，我祈祷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我要来抢银行哦。求你，互我抢会成功，啊，佫袂互掠着。奉耶稣的名，你奉会落袂？你奉会落袂？甲上帝、甲耶稣有结连的人，伊知影要安怎祈祷啦。我想要甲上帝爸仔囝的关系嘛安尼呢？我大汉的中间哦。
我拢知影，啥物物件甲阮老爸讨有效，甲阮老爸讨无效，我拢知。明明知影无效，也要去讨，是要试看卖啦。其实我嘛会知影伊袂互我。咁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甲上帝有结连的人，毋若知影要安怎祈祷，嘛知影吼，当时毋免阁祈祷啊。这是我伫毋知倒位读到的，我感觉足着的。伊用保罗做例啦，保罗伫哥林多后书12章遐，伊讲哦，伊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伊对上帝求祷讲3摆求上帝将这支刺甲刷走。上帝讲有我的恩，你就够了。什么意思？上帝讲 no 啦，保罗知影啦，毋免阁求啊啦。伊讲 no 啦，有时啊，咱常常讲上帝无听咱的祈祷吼，是上帝讲 no， 咱无要听，敢是安尼？真正甲上帝有结连的哦，毋若会晓祈祷，嘛知影什么事毋免阁祈祷啊。第8节，伊讲结果子的目的啦。恁若结果子，恁就是我的学生，我的爸会得到荣光。若结果子咧，咱定定用一句话叫做应神益人，应光上帝，互人得到利益。你捌想无？果子吼，果子毋是为着家己存在呢。所有的果子拢别人在享受。葡萄袂去食葡萄，苹果袂去食苹果，拢咱在食。果子是为着别人存在，果子是要互人享受的。应光上帝以外，是要利益人。我有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吼，我感觉真趣味啦。咱爱反省啦。这是一个牧师写的啦。伊讲有一日吼，对迈阿密，对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赛车去甲坦巴，就是过佛罗里达安尼较，迄个对泰西洋这边赛去甲迄个高佛 Mexico 迄边吼，啊赛过。伊讲对遐。佛罗里达出足侪柑仔嘛，出足侪柑仔。啊，伊讲伊个海尾规个路边拢柑仔园啦。啊，伊赛车赛到一半，真忝，要落来休困，啊去休困，啊要食物件，啊就去饭店内底，啊煮阮一寡物件，甲迄个 waitress 讲，啊我要爱一杯 orange juice。伊想无够，迄个 waitress 甲讲，阮即摆无 orange juice 呢，边仔拢柑仔园呢，讲阮无 orange juice 啊，伊讲啊啥物无 orange juice 啊？哦，做 orange juice 的机器歹去啊，坐伫柑仔园的内底，机器歹去，袂当做互你食。我呢讽刺的代志敢是？结果子真好啦，规丛果子真济真好啦，人会当食袂，人会当享受袂。这个牧师写的，毋是我讲的。伊讲教会有时啊是安尼呢，伫上帝恩典的内底吼，咱的机器歹去，一间教会的冤家就偌济，母家安尼大家拢袂，咱的鸡犬不宁，机器歹去。边仔人要爱 orange juice， 阮无机器歹去无法度。我呢，咱需要反省的所在哦。今仔日的启应文到第8节，普通那迄个耶稣讲的，我是真的葡萄树哦，的圣经暂时拢到第8节，总是我
在准备的时，我看第9节到12节哦，真正是足有意思。圣经无写，这是我家己想的。葡萄树甲伊哦，会当食葡萄树会当活吼，是因为有根，会当对土的内底输迄个养分，输物件起来，才葡萄树才会当活，才会当结果子。迄个养分是啥？你有感觉对第9节开始，耶稣直直讲三听的代志？伊直直讲三听的代志。对第9节开始，亲像爸有听我，我嘛有听恁。恁着不时踮伫我的听的内面。什么是葡萄树的应用？听啦，听。当然，阳光、水拢是啦，总是主要是听，敢毋是？那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不时踮伫我的听的内面，亲像我有遵守我爸的命令，不时踮伫伊的听的内面。耶稣直直咧讲听呢，伊讲我甲恁讲遮个代志，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，搁互恁会欢喜满满。顶礼拜我有讲，耶稣讲我是活命，什么是活命？活命是欢欢喜喜的，活了真有意义啊！第12节，亲像我有听恁，恁着三听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你若去看第13章的34节，耶稣头一遍讲伊的命令，叫对伊的人着三听。伊伫约翰福音段内底2章的内底，伊讲2遍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我想我毋免阁说明真济啊啦，真清楚。咱的教会是听的团体，三听的团体。我早起吼，透早爬起来去看 internet 哦，看到2幅图。我伫遮看，这英语的啦，我无去翻做英文啊。我早起差不多8点我才叫Jason，伊甲我摕出来就算袂歹啊。这个人哦 ，Karl Vaters 吼，伊讲吼，我听到人对教会还是对基督徒的 complain 吼。毋捌 complain 讲恁学耶稣学伤济啦。伊讲都是反对教会、无神主义的人，因伫 blame 基督徒，拢是讲恁学耶稣学无够。这是真正哦，恁连反对教会的人嘛讲恁就是学耶稣学无够。所以咱有真大的空间咯。啊，搁一个吼，搁一个，这毋知啥人个，我毋知。伊讲吼，咱若会当 spread 听吼，亲像咱伫 spread 迄落怨愤，也是否定性的话哦。咱若会当spread 要安怎讲，就是扩散吼，扩散听吼，亲像咱伫扩散言啊话安尼吼。伊讲，你看这个世界会变做一个偌尔好的世界，有影呢？有影呢？我吼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坦白甲恁讲啦，过去这几礼拜，我就知影后礼拜要讲啥，拢讲我耶稣拢我是啥，我是啥。啊，这礼拜上尾礼拜，我对2、3礼拜就烦恼讲，过去要讲啥？我去想着啥呢？咱今仔日拢咧讲规矩哦。几啊年前哦，我捌带一个查经班，我讲加勒泰第5章22节到23节，圣神的规矩。所以我决定吼，
5月开始我要来讲，咱要讲到来讲圣神的果子。今仔日耶稣真强调，咱都要结果子。伊伫福音段内8本福音书内底嘛是讲，咱都要结果子。保罗甲咱讲圣神的果子。我后礼拜我毋免讲道啦，有一个我的朋友特别来遮，我请伊来遮讲道。伊是台北3一教会牧师，伊退休啊，2年前落任做咱总会议长，阮真好的朋友。伊后礼拜伫遮工作，所以我休困。咱对5月头一礼拜，咱来三角看圣神的果子。安尼我差不多到7月逐礼拜要讲啥拢毋免烦恼。这对我也较简单啦。咱来三角祈祷。天父说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阮的主，甲阮讲，伊是葡萄树，阮是树枝。阮毋知靠阮家己，阮无法度结果子。阮只有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吸收，对你吸收听迄个营养，互阮的教会成做听的团体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成做结果子的基督徒，互你得到荣光，也互阮周围的人得到利益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